中间的人把身份举高，两边到知道，来，其他水来。你右边再右边一点吗？你那边再右跑到这里，左右甩一下，左右甩一下。不是你啊，是水管啊！练。对啊。 对，其实那个雨只要一淋下来，我就觉得我好惨。现在大概只有12度吧，对，就觉得挺惨的。然后所有寒冷的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。而且我刚刚就回去以后，就觉得刚好像一场梦，我已经完全就失忆了。刚刚所有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赢了！我觉得所有的自由或者是权利，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争取出来的。法治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完善，因为其实我后来觉得，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劳工，就是演员啊、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一种劳工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存有很多阶层的劳工，那其实都有蛮多的问题。那可是因为大部分劳工都为了生存、生活而没有时间去抗争或者是去争取，所以。 就还是希望，就是大家如果有心有余力，就是有为这些人能够发声吧。我觉得，对，就是希望人权这件事情能够越来越完整，越来越成熟。